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是不是最近我只顾忙自己的事情，把你忽略了？你不开心了？没有，我一到冬天就有点提不起精神。没事儿，喝点汤吧。我上学读书的时候，累了就喝这个，很快就能精神起来。今天挺冷的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这样暖和了吗？放心，等我忙完这一阵子，我一定一天24小时陪着你，让你的脸上无时无刻不挂着笑容。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，我们去北海道看雪怎么样？你会不会被冻坏啊？你们干嘛？你们什么人啊？哎，干嘛？干嘛打人啊？干什么呀？不会！没事。不会！老板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个小烂仔。长生，哎呀，哎呀，淘宝掏出那么多钱，你这猪脑子到底在想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想给妙芝买点礼物，又想省点钱，没想到这个钱没省，反而越花越多了。这个什么宝的，真是害人不浅呐！就你那不入流的礼物，能入大明星的眼？哼，你简直是痴心妄想！你懂什么呀？哎呀，现在正值隆冬啊，妙芝气管一向不太好，我不想她太辛苦啊。
老大，我求你让我来好不好？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没激情好不好？这个厨房问题太多，根本展现不出我的实力。哎呀，爸！我知道一个地方，或许可以让你大展身手。啊，得，轻点，你轻点。你是男人吗？就这么点疼，咿咿呀呀的。哎呀，你是学医的吗？这点伤口都处理不了，还天天翘课。就你这张嘴，怪不得老是被人逼。我劝你早点请个保镖，否则早晚被那人打死。这就奇怪了，姐姐，你说是不是咱们店里风水不太好啊？当然，最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每次被打的都是你啊？对呀，他们只打黄辉，说他是滥情的小白脸儿。芳芳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是那你们不会是在怀疑？不会的，这不会的。你们在说谁啊？你们该不会又认为是李欢吧？不可能的，他上次还答应你了，在搞清楚那件事情之前，会保护黄辉的安全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总之不会是他的。哎，不许告密，我得亲自问他。哎，元宵，一会儿要是有人问你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我传了我爸好久，他才肯让我来的。你要记住，不是我想来，是你。哎，妖女，我办了饭火场你不敢认，还逼我接他茬，说是我缠着他来的。畜生！妖女，你怎么啦？怎么了？哎，小白脸，你又给上野苦肉计。我问你，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有关？哎呀，冯峰，你别这样，可能是打错人了，也有可能黄辉真的是个小白脸。任静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我只是想问清楚，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有关？有什么可问的？这件事情能和我有关系吗？你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的。好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我的疏忽。可是我和我的人又不是他身边的苍蝇，怎么可能24小时跟着他？就怕到时候有人会说影响你们谈情说爱吧。那么激动干嘛？我就是问问。我看你激动才对。我刚进门才看他受伤的，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你每次莫名其妙的发脾气、生气都会发泄到我身上，高兴的时候就过来安慰我。我到底是你什么人？我只是……元宵，我们走。啊，哎呀，爸，咱们不是来做菜的吗？厨房在那边。餐厅多的是人，厨房又不止他一家，我们去别的地方。我们以后再也不来这儿了，省得会被别人说你爸缠着他，还打他小白脸。走。哎呀，爸，别赌气。走。哎呀，爸，别走嘛。走，以后永远都不要再来了。女人到底什么构造？女人极这构造不出来的东西，又不讲情又不讲理，高兴了就笑，不高兴就闹。蠢女人更可怕，既疯又脑残。有秘密的女人最神秘。我们男人为什么要受女人的气，又心甘情愿？
天塌地。天哪！哎，醒醒，醒醒！好激动，好激动啊！哎，来你不知道这儿干嘛平安夜有个永恒？谁的电话啊？喂，干嘛？妖女，你在哪？我好像病了。你又演戏，别装了。没有，我真的很不爽，我全身发麻、发热，而且出现幻觉。我喝了酒。你小孩子家家的喝什么酒啊？你爸他们呢？我就是看着他们在喝的，我一个人根本没人管，他们都醉得不省人事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好难受啊！我真的快不行了，妖女，你快来吧！我现在有事儿呢，我帮你找静静好不好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你的吸血毒妇每次扎的人满手窟窿，根本不可信。如果你不来，我恐怕熬不过今晚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妖女，永别了。哎，你现在躺在床上别动，我马上赶过来啊。拜拜。怎么了？出事了？小皇帝喝多了，我担心他会不会是酒精中毒了。李欢他们也喝多了，根本就没有人管他。我去一趟吧，我快去快回，一定会在烟花开始之前赶回来的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给静静打个电话，让她过去看一看。安顿好了我就回来。我一定会在烟花开始之前回来的。这么多人，一会儿该没有好的位置了。我马上回来，等我。好吧，那你路上注意点，早点回来，我等你。嗯。喂，静静，小皇帝喝多了，我担心他是酒精中毒，你能不能去看一下？好，我这就给叶波和鳄鱼打电话。
喂，对，我已经进来了，你也快点吧啊！元宵，元宵，哎呀，你终于来了，我恐怕时日不多了。你乱说什么呢？好端端的，干嘛乱喝酒啊？走，去医院。元宵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也是为了你跟父皇好。你干嘛呀？元宵，元宵，你搞什么鬼？开门啊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好求求你别这么对我！你开门呐！你要再不开门，看我出去怎么揍你！李元宵，开门！吵什么吵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酒真的是好东西啊，简单粗暴。父皇，我能把你的就到这里了啊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啦，加油！春女，真的是你啊！你干嘛？我警告你别过来啊！我练过的，我会去武术代时。你别过来！你给我走开！好刺激呀，非礼勿听。我简直就是天才嘛，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别过来！我是要，我是要。走开！走开！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看着你了。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辛苦的等着我，春女。我真的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。我曾经答应过我自己，如果你有事情，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到。我发誓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丢下你的。别再调戏我的神经了！ 1, 2, 3, 4，我是要。
我是羊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。我是羊，我是羊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。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喂，喂，人将，峰峰什么情况？没有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。你说奇了怪了，峰峰到家了还给我打电话了呢。我现在赶过去，我们在那儿会合。好，随时联系啊。干嘛呀？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要你复活。我现在就要替天行道。蠢女人，蠢女人，蠢女人，蠢女人。还有脸说话？还有脸说话？像你这种玩暧昧，经常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来调戏小女生的小公口，就应该先都放过。还好我道行高，经得起诱惑，要不然我又上了你的当。去死吧你！